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宣布讲，咱全国的3级警戒要延长2礼拜到7月12。那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104个本土病例，阁有24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最近有一寡群组感染，虽然并无放零的本钱，大家阁斗阵拼2礼拜，大家共同忍耐。 新冠本土疫情又搁压起来，单日新增加病例数又搁100外。礼拜3、2、3新增加104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45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22例，高雄市甲新德县各9例，桃园市7例，苗栗县4例，嘉南市3例，宜兰县2例，彰化县、南投县甲屏东县各1例。今天的病例数是比昨天前2天都稍微多一点那但是呢还是持续的那个整体的 趋势还是往比较好的地方在走。另外，死亡个案原来新增加24例，其中23个人有慢性病史。上少年死亡个案是40多岁男性，是家人某一个护理之家的住民，本身有糖尿病、中风这类病史，因为捌接触到其他确诊者，接受采检确诊。6月20因为肺炎过身，这个死亡的个案为破病到死亡平均是22天。我们今天公布的24例当中有。 1位是4月发病，是菲律宾境外移入个案，大概是序号1哈。另外有12位是5月发病哈，那11位是6月发病，从发病到死亡平均是22天哈。指挥官陈时中讲，最近跨区传播事件也是有，世界各国因为解封伤紧，致使到疫情国压起这经验，大家拢看现现，所以才决定将全国疫情警戒第3级，搁延长到7月12。 整体的趋势虽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改善，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继续2个礼拜，大家再忍耐。但是呢，我相信就会再久，大家就会稍微松懈，所以我要特别呼吁大家共同忍耐。 陈时中坦白讲，3级警戒愈久，防疫疲劳就会愈侪。不过目前相关防卫措施并无失效，若做疫情趋势有控制，都会慢慢解封，会变动调整。希望民众少论者，也呼吁符合疫苗注射对象的民众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北农的群组感染继续在炭烧。昨暗疫情指挥中心，也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台北市长郭文铁，也有双北的卫生局长，阁有双北的果菜市场总经理，拢做伙去疾管署开会。伊嘛有达成3项共识，对今日开始，有甲3天内体检阴性报告的人，才使入去双北的批发市场。若北农的体检站会继续设3礼拜，疾管署嘛讲会成立下县市的平台来协助。 北农群组事件扩大，台北市长郭文典23暗到滨江市场体检站慰劳辛苦的医护人员。在此进前，伊伫暗时6点50，先到疾管署甲指挥中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双北市卫生局长，也个双北果菜市场总经理等人开会，甲中央达成3点共识。在6月24号0时起。 没有3天内的阴性证明就不得进入这个双北的批发市场。第二个就是说，批发市场这边我们会落实疫调，找出热区，跨县市疫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疾管署这边会成立平台来协助。20:00点开始，北农的员工或者是承销商，拢爱摕3天内阴性证明才能入去。台北市讲，伫咧北农的体检站会继续体检3礼拜。 也若中央也成立跨县市医疗平台，协助医疗资讯的整合。6月20到6月23，北农3天快筛3200人，阳性数11个人，阳性率0.34%。对中央建议北农直接做 PCR 提升效率。郭文铁讲 PCR 计效伤贵。PCR 你知道那个成本现在智慧是5000块嘛，最便宜的4500，你想想看从200块变4500，这个做1个2个就算了，要做1万个哇，这个价钱差很多。另外，台北市政府对农气畜产加恢复4大公司的工作人员全部列册要做有放射。严管联合病中校医区传统200支，无想到讲加入批发市场员工有部分是非法移工，听到农部被做势赶紧闪，最后这个拿出80多支，未出面澄清。 因部分移工雇主未到场协助确认身份，院方内部商议协助方法，
以确保日后第2剂疫苗施打能联系当事人，并请雇主未到场的移工于现场等候。在等候期间部分，移工已先行离开。医方表示，由于住房社爱查证件，抑个头家协助确认身份才会当住，所以另外安排住的时间。强调怎么以防疫为优先，并以未机关移工是合法也是非法，只要头家一旦确认身份就会当住。会个另外通知迄个要未住的人来住。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昨昏是一困头，新增加9位确定病例，其中有7个是妊母1个月仔的家庭群组感染。主要的个案是5月底去新北市的文子宫病院开刀住院后挖着了后，佫探互厝内底人。等于高雄了后，挖互厝内底人，即马高雄市政府是真生气，认为这是病院失职。也毋过病院是强调讲，因拢有按照流程在办理。高雄伫咧23这边增加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林母加旗山地区2个家庭群组感染，其中林母7个人感染。政府讲，指标个案60几个男性，5月底去文子宫病开刀，也捌2遍会诊，拢有呼吸道的症状，并错失3遍机会。相关资料拢是高雄市卫生局家己去查，因希望文子宫病重新做疫调，调查时间要刷到5月2日。我们高雄市都知道说是住哪一个病房。这个人没有做任何的检查，没有筛检，也没有疫调，也没有隔离，所以这个人就放他出去。3级文子宫病23案发声明，讲案后1439个60几岁男性，5月22日入院的时阵做 PCR 检测是阴性，甲病院第1案阴转阳的个案是隔2间病房，甲阴转阳的指标个案也无任何接触。照迄当阵疾管署的定义是风险对象，毋是密切接触者，无伫咧可能名单的范围内。6个初级会诊照电工行正常，医生阁另外安排照胸腔的电脑断层。病人于6月17日回诊，电脑断层发现疑似非典型的感染，建议病人立刻到本院急诊采检 PCR 跟快筛，但是病人均予拒绝，于本院的病历中均免记载。高雄市卫生局认为，个案2遍会诊的时阵，文子宫病已经发生过几路件院内感染，个案的状况符合临床通报要件，逐步通报，认为文子宫病失职推卸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45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人甲北农有关系。新北市日治时已经赶紧替三重埔甲邦桥的果菜市场工作人员做体检，3000多人结果拢是阴性的。新北市23新增加45例确诊人数下降，不过依然是全台湾上多，其中6例甲北农有关系。北农互相受为感染了后，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三重埔甲邦桥的果菜市场大规模来检查，2日检查3627人，全部拢是阴性。中央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侯友宜强调，更加爱全力以赴为放松。新北市在这一段时间要更全力以赴，快速的把疫情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团队绝对无时无刻不能放松，能够有朝一日赶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对23开始，三重埔甲邦桥的果菜市场开始做车注射疫苗。侯友宜表示，先用库存的来注射，了后中央会及时来补足。另外，也加强检查力量，在弥散达3000个以上，员工将近44000人的新北三级园区头一摆设置快速检查站，要找出稳重的确诊者。因为在新北市确诊者疑似的感染源内底，16.83%就来自工作场所。这个快筛站每天可以筛到600多人。由我们的专业医护团队进驻，而且可以团体预约，让企业安心。台北市团处有8个归友来确诊，新北市加强新北202位归友的安置，列做优先注射对象。街友呢被安置前呢都会做快筛，确保阴性呢才能够入住我们的旅馆以及安置中心。那我们早将街友呢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那目前呢已经打了一半。对着疫情严重的乡巴，中央的优先注射疫苗特别纳入共带囡仔的人，也佮有传统市场合法的大头甲卖场含超商的收银人员。不过传统市场造册编列有真侪问题，恐惊违法的大头数目更加多。侯友宜认为中央指引爱清楚，若无地方执行是有困难的。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会落雨，也毋过雨已经无昨昏遐尼粗遐尼大。咱来看云图。方面的结构有变较淡、变较弱，所以各地同款会落雨，也毋过雨袂遐粗啊。若西半部、东北部同款是爱细日向上大雨。目前气象局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伫温度的方面，因为落雨，所以无遐热，感觉较舒适。各地高温大约是30度至31度。明仔载呢方面会阁往北，所以水气会阁较减一寡。另外，伫关岛附近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昨昏嘛已经变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强皮。气象局表示，未来这个风台会往日本去，对咱台湾无影响。伫关岛附近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确定加做今年第5号风台强皮，因为未来会刷向日本海面。中央气象局表示，对台湾无影响。我们预估它未来会慢慢的向西北的方向，再转北来到日本东方海面这个地方。预估在第4到第5天左右，它会逐渐减弱为温带气旋，并且并入到时候北台的自由锋面里面。至于明天白天之后，西南风持续影响南台湾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特别要留意中午过后，其他地区的下雨也会开始明显起来，各地尤其在山区，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象局强调，因为全台天气依然真无稳定，民众出门一定爱会记早雨伞，也有超日落了后受西南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转去甲真烧热天气，温度伫32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是维持伫29到30度，也会局部落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赶紧来关心，雨已经连续落几若天啊，山区的土石有较松软。今日早起，惨就是因为落大雨，造成台23线东湖公路边仔的山壁放落来，目前台东的东河到花莲的富里暂时未通。台23线东湖公路39.7公里的所在，今日早起山壁放落来，造成双向即马无法度通车，加载无人受伤。目前台东东河到花莲的富里暂时是未通的，工作人员已经赶紧到现场咧清除这土石，等待抢通。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同意就江科技管理学院8月初1开始停办。学校是强调讲，64个学生由教育部协助，免转学考，尊重学生的意愿，会当转去附近的大学。若有31个老师甲员工嘛依法办理。这嘛是咱国内第7间停办的私立大学。来看《自由时报》，中央银行昨昏宣布讲，中小企业的融通专案。小规模营运者贷款的金额限制会对50万提高到100万。去年捌申请过贷款的，也有50万的限度会当去申请，而且对今仔日开始实施。来关心《联合报》。小数预防社的评估专家小组会议拍算要审查高端公司咱生产国产预防社，敢袂使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有人即马是亚讲5月28决定国产预防社 EUA 标准的关键会议。有16个专家、在学者有8人雄互换掉，即是讲内情是无单纯，有人在跟叫咧护航，也毋过是由署长是不会讲无即款代志。来关心，主治基金会嘛宣布讲，因想要买500万栋德国原厂的 BNT 预防车，嘛有按照规定已经送文件去事务所啊。另外嘛，风声讲总统捌打电话去关心这件代志，也毋过主治是表示讲，因并无接到总统府来电话。若针对鸿海甲台积电要买预防车的进度，已经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拢有在进行。我们预期购买 BNT 德国原厂500万剂疫苗。主治基金会对外宣布好消息，买疫苗前期相关的申请文件已经准备好势。伫疫苗采购的来源得到初步进展。伫23照定书正式甲买 BNT 德国原厂500万剂疫苗相关文件送件予事务所。也若外界传讲，总统府伫伊捌打电话予主治关心疫苗的申请，主治讲并无接到总统府的电话。我们21日上午没有接到总统府的来电，此际申购疫苗一切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办理，希望能够协助台湾早日度过这场疫情。
是由署证是讲已经收到文件，会照规定来办理。顺利送件了后，主席讲是照政府相关的规定，佮有流程提出申请，速度来配合主管机关审核文件，也来主席是毋是甲台积电佮有鸿海共款，由政府授权来买疫苗。行政院指出，鸿海甲台积电是因为紧急的需要，采取特殊采购的专案，其他民间采购案件是由署会照定数来处理。然后会进行相关文件的一个审查。好，那第二个有关于鸿海跟这个台积电，好，那目前我们在就相关的法律文件，在交换修改相关的文件之中。陈时中表示，确认主席买疫苗的管道，佮有出头敢已经有疫苗了后，会正式来回文。外界关心鸿海甲台积电疫苗采购的进度。陈时中指出，目前双方正在交换修改法律文件，嘛会做伙开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开始大规模做预防射了后，不时拢有传出自杀死亡的怀疑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昨昏有新增加25个怀疑的个案。另外，伫花莲嘛有出现一个101岁的老大人自杀了后往生。目前做 AZ 预防射自杀了后过往的人已经有134个人，也毋过因死亡的原因，敢是因为预防射，这部分爱搁调查。民众注射疫苗了后，陆续传出疑似不良案例死亡的个案，新增加25例疑似案例中，年龄在57到101岁中间。50多岁个案内底，一个是长期西药剂的查甫人，自完有风射第2天出现落屎、腹肚疼这症状，送医到院前来死亡。解剖了后，发现有心肺梗这一边。那这25例当中有7例是住在机构，6例是洗肾，那另外有14例是有慢性病史。那其中是有2位是50几岁，50几岁的女性是她有洗肾、高血压的病史，50几岁的男性的部分，那他也是长期洗肾。另外个案之一是桃园一个男性的里长，45岁，有心肺梗一边，心脏有斗经啊。顶个月19疫苗注射完了后，回去厝发烧，这个月初时做完里面的服务，回去厝休困，休息一个困了后，就爬袂起来，不幸死亡。伊的医院好朋友是伫面册发文来思念，表达感觉真不甘。心血管的功能就是不好，就体重100多公斤150吧，然后190公分高，本来就长期就是有那个心脏的问题，会不会是疫苗的造成它就更加剧，说不准。梨花莲是出现头一个死亡案例，是一个101岁老阿嬷，伊17有放射治完了后，20吐去医生看，诊断是尿道感染，结果在2日过身，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也搁要等待调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那到底是跟疫苗是否有相关性？我想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厘清。而指挥中心也公布一件疑似注射无得到疫苗了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个案，这32岁男性注射7天了后发生状况，疑似心肌炎、无度排毒时病毒性，也是跟疫苗相关的真少看的并发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8亿例，死亡人数有38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4个病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4260例。中国的病例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啊。那巴西是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6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2万例。来关心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 这只病毒即马又搁变种啊！目前是暂时号名做 Delta Plus。根据印度卫生单位的讲法，目前大约有20个人去获着，而且死亡率搁较悬。那全世界目前注预防射的注射率也是真低。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呼吁世界各国爱分享、爱分享预防射，帮助无预防射的国家。印度政府讲，已经有3个邦传出好亲像新变种病毒 Delta Plus 的确诊病例，差不多20人。其中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有16个人。专家认为，印度疫情快速扩散主要原因，就是也是上低的注射涵盖率。印度会当讲是全球上界大新冠病毒疫苗的产地，不过全国9亿5000万左右符合资格的少年民众，涵盖率敢5.5%。病毒快速扩散的结果，就是出现更较会为人也加死亡的新变种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即卖的Delta变种病毒目前已经伫92个国家出现，准讲疫苗涵盖率相对较悬的欧美先进国家，Delta 也变作是主流的病毒。The rate of decline in most regions has slowed, and every region has countries that are seeing a rapid increase in cases and deaths. We are well aware here in Israel that the Delta strain has proven to be able to disseminate even in relatively well-vaccinated countries. And because of its high transmissibility and its high 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outbreaks should be expected. 对啥代志，世卫组织呼吁疫苗注射率较好的好亚国家，只要还有能力，应该爱将疫苗资源分予无够的散车国，用注射疫苗，甚至阻止疫情拖伤紧，安尼才会当防止更加侪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公司新闻起家人变异。预防车爱做两档，大家嘛咧会，嘛咧讨论讲预防车敢会使难咧做。目前加拿大、西班牙已经开放讲会当做无共牌子的预防车，所以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也有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因第二档预防车拢做甲第一档无共牌子的。啊，那南韩是因为 AZ 出货有耽误着，所以有76万人。第二档预防车要改做 BNT 的预防车。也毋过目前，咱台湾也个澳洲拢建议讲做共一个牌子就好。德国总理梅克尔甲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就边境甲疫情这个议题当面讨论。Wir werden darüber sprechen, wie wir auch uns besser noch koordinieren können, gerade wenn es jetzt um Einreisemodalitäten geht der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züglich Reisenden aus Großbritannien. 真拄好是，这两个总理拢注无同款疫苗。德国政府发言人是讲，66岁梅克尔伫做完第一剂 AZ 疫苗了后，第二剂改做莫德纳。意大利总理是做完 AZ 了后，再个做辉瑞 BNT 疫苗。那么做这个议题也引起国内外的讨论。目前加拿大、西班牙已经开放一寡研究等伫进行。那么做无同款疫苗是毋是会当增强保护力？韩国当地边疫苗注射进度，目前有超过27%的民众已经做完第一剂。阁受到 COVAX 疫苗供应较慢，当局一定伫7月开始来换注无共款抢牌疫苗。差不多有76万人头一支做完 AZ， 第二支改做辉瑞。目前卫生单位也正在进行试验，观察测试抗体形成的状况。伫澳洲是传出2个负责人做完 AZ 疫苗出现太血筋的副作用，致使死亡。当局伫17公布新版本的疫苗注射指南，将 AZ 疫苗的建议注射年纪调整到60岁以上。袂少人烦恼副作用，拢取消预约，影响一定人唔敢去做。The risk of this very rare side effect is extremely rare, 1.5 per million in a second dose. That is far outweighed by the risk posed by COVID at any age. So please, we are not mixing and matching at this point. 澳洲政府表明，目前无做无共款疫苗的计划。专家也讲，相关研究还阁伫起步的阶段。不过，数据资料无够的情况下，也是维持2剂疫苗拢做共款比较较安全。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总统拜登资本是望讲，伫今年7月初4，美国国庆日即天，尚无美国有7成的大人爱做好预防车，也毋过这个目标看起来应该是无法度达成啊。另外，伫印度，日本因的政府互民众免钱做预防车，也毋过所有人是认为讲预防车注射了后会影响团众接待，所以有真侪人拢无爱做。伫北京22个防疫记者会顶悬，拜登政府防疫官员第一摆承认，7月初4要互全美7成成年人口拢做至少1剂新冠疫苗目标，确定无法度达成。主要是年轻族群做的意愿无悬。上新目标是要互27岁以下人口疫苗注射率赶紧达到7成。We will meet the 70% goal for ages 27 and older by the end of July 4th weekend, with a few extra weeks needed for the 18 to 26-year-olds to get vaccinated.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21日数据，全美超过1.5亿个人已经注完2剂疫苗，有9成65岁以上人口至少做过1剂疫苗，40岁以上至少7成5%，30岁以上也7成。北京22强调，这证明政府的注疫苗目标绝对是正确的。Is we set a bold, ambitious goal,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has don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we are expected to meet that goal just a couple weeks after July 4th. 另外，全球第2大新冠疫区的印度第2波疫情慢慢转好，政府也为这礼拜开始，予全国成年人免费做疫苗。
不过因为农村谣传新冠病毒只伫大都市传播，而且做疫苗会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大部分的村民抗拒做疫苗，严重影响防疫工作。 आप जहाँ रहेंगे सेफ रहेंगे सुरक्षित रहेंगी को बना डर लगा हाथ पे क्या कर दे आप बैठेंगी आपको देखा देखी एक लोग और आएंगे कोई नहीं मत बनेगा कोई नहीं ऐसा कोई जगह 另外，日本政府进前将非随便替疫苗公费注的对象放定到12岁以上。不过，因为注疫苗爱家长同意，可能会互无注过疫苗引起同侪压力或者是霸凌歧视这现象。所以，日本政府日表示，各种高中生目前无推荐集体注疫苗，假使要注，爱利用放学或者是假日，互家庭医生个别来注。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一份针对血清抗体官方报告发现，侪美国人拢有抗体啊。研究是讲5.8人内底，敢若一个人互吹出来，等于是每一个通报案件的背后，阁有4.8个人是胃着病，也毋过政府毋知的，乌数有真济。来关心日本的东京，昨昏新增加619个确定病例，是过1个月了后，阁超过600例。 东京疫情有反复出现，互专家即马是真烦恼，因为东京奥运伫要举办啊。专家即马嘛预测讲，7月中印度的 Delta 这只变种病毒，会是日本上界主要的病毒株，可能会占7成。来关心香港的《苹果日报》昨昏是宣布讲，今仔日24出上暗尾一份实体报纸了后，就要正式行入历史，网站嘛要停止运作，这是引起各界拢在谴责中国，咱陆委会嘛有表达遗憾。 香港的《苹果日报》今日出上暗尾一份报纸了后，就要收起来啊！那咱台湾这边，台湾的《苹果日报》是表示，台湾会继续经营。公告感谢支持，香港《苹果日报》宣布6月24就是最后一刊，网络版24透早也是暂停更新。一传媒董事会原本声明表示，上班伫26停止出刊。 不过，为员工安全甲人力考虑，24就停止营运。感谢香港人支持，目标会印100万份，为76年历史做一个结束。唔係好樂觀㗎，咁就睇下公司做到啲咩咯，盡量做埋自己啲嘢先咯。 佢唔好裏邊最好嘅結果，都至少可以出到糧俾大家員工，最後人工出到嘅，咁都係算係最好嘅結果咁樣咯。咁但係我唔係好樂觀咯。 另外，香港一周刊也要停运，社長黃麗松伫網絡來告別表示，編輯部相信在大時代之下已經到臨終點進前，以指出過去為一周刊努力過，享受過做新聞的自由都無後悔。台灣《蘋果日報》表示會正常運作，無受影響。一傳媒集團相關人士已經有12個人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抓，包含一傳媒創辦人李志興、行政總裁張劍虹、港評總編輯羅偉光攏被控。 高級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罪。而且，《蘋果日報》主編楊清奇也和警方以違反國安法扣留調查，伊用李平做筆名寫過真濟篇社論。中港講，他去年7月7日生效，迄一天23歲，10個人當應該騎插戶，講互香港時代革命期嘅機車弄警察，正做第例以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加恐怖活動罪等罪起訴嘅被告。關中近一年23第一擺規定，其中無數香港人發嘅講互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是毋是會被認定有港獨含義，真受關心。煽動分裂國家嘅相關刑罰是10年加刑，恐怖活動罪相關刑罰終身。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國內疫情，來關心咱的國內的本土病例數。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04例，咱台灣的本土病例目前計共13041例。咱來看佇各縣市的分布。目前咱台灣病例數超過4000例以上的縣市，包括新北市有6264例，台北市有4289例，超過100例以上的所在佇桃園是661例，苗栗534例，嘉南288例，彰化有258例，台中有196例。另外，昨昏咱嘛新增加24個死亡的個案。目前咱全台灣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計共是14260例。若本土病例部分，咱的本土病例有13041例。這個數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統計。
镜头来苗栗发生移工的群聚感染了后，即马苗栗县政府是要求警员店主爱甲移工分配换宿舍。 结果，即马宿舍是环境愈换愈歹，有人即马就也讲，新的宿舍是下尖尖，甚至有人爱困伫涂骹，环境嘛是垃圾里落拢无清气。目前苗栗县政府已经要求警员店主爱随改善。苗栗警员店主移工一日节将行李为游览车搬落来，这2天警员店主要做移工宿舍人数降载。 20日暗时开始，陆续有100位移工为竹南宿舍刷到造桥宿舍，不过过程真乱，不止行李无所在放，甚至连困的所在拢无。有移工将宿舍状况翕来，向天主教神父求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东西放在哪里，没有地方。昨天晚上他们说这个马路，他们的东西，还有他们说你们的新的房间是这个。 可以4个、5个人，可是很少。当地人神父表示，伊了解这移工拢是因为疫情关系，爱配合中央甲地方政府政策。不过，真侪移工客入一间细间房间，也拢无做好清洁消毒。移工也因为群聚，佫造成疫情空棚。不过，对移工的真情，协助转移宿舍的移工中介公司负责。不过，苗栗县路政处表示，这2天宿舍状况确实较乱。 有些人要搬进去，那有些人可能要出来，势必要来做一个挪移的调整哦。所以，这2天事实上，现况也是有一点比较混乱哦。那不过这一部分，据我们的了解哦，那目前现阶段，中介公司这边也已经是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竹南移工疫情爆发了后，警员店主移工宿舍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摆互人投诉。苗栗县路政处已经要求警员店主甲中介公司要做好移工安置，也有环境清消。对于移工外出禁令什么时阵应该读，苗栗县府认为，佫需要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顶礼拜六，有一个伫北龙甲华南市场送货的查甫人出车祸，送病院的时，互验出伊是阳性的。加再来协助处理的警察快筛了后，结果是阴性的。自从北龙发生群聚感染了后，即马各县市嘛开始要针对市场来做体检，而且要加强防疫措施。新北市警察局海山分局交通队正在消毒，因为顶礼拜处理一件交通事故，民众送病院了后确诊新冠病毒。 6月19暗时6点外，万板大桥机车道有一个骑机车的54岁男性，撞到桥墩的壁了后，倒伫涂骹昏去。交通分队甲普吉派出所3个员警到现场处理。伊送病院了后，快速体检 PCR 阳性，不过第2天用准确度较悬的 PCR 确定是阴性，解除危机。这个住伫新庄的男性，平常是伫北龙，阁有宽南市场送货，已经发烧1个月外。迄当时伊下班骑车转去处理，先煞去邦桥买退烧药啊，敢若是发烧，身体无爽快，才会发生意外。为着要较细致来处理，警方也是安排3个员警做体检。在6月20日安排3位同仁做快筛及 PCR 检测，均为阴性反应。警方表示，3个警员身体状况真好。这个事件嘛，因为伤者伫北龙，阁有宽南市场送货，引起注意。事实上，毋但是湘北，中南部的地方政府嘛加强对果菜市场相关的工作人员做体检，阁有防疫的工作。中华县政府2、3日起，伫溪湖果菜市场，针对卖果菜、送货，阁有农民，差不多500个工作人员来做快筛。每啊，跟咱政府政策，咧事先有通知，蹛承销商甲即个送货人的司机甲员工，所以今日呢，应该会达到100%把我们市场经行进出的人员做一次快筛。云林县政府嘛，伫西路果菜市场边仔的分机病院，阁有土库农会设体检站，提供市场阁有南北运输相关的人员体检服务，希望会当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对7月初1开始，北部传统市场合法的大头仔在贩仔拢会使注意防下。也毋过有一寡大头仔是世界去摆大的，根本就无咧登记，所以要追踪有较学。这部分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因会以自治会通报的名册为主，也毋过世界摆大的这贩仔嘛强调一定会处理，要互民众会当安心去采市啊。中央20宣布扩大注疫苗的名单，维持民生需要的市场单位也拢有列入去。大商表示，逐工接触的人拢无稳定，加上摆大的所在无通风，会当生住会较安心。有先登记名字啊、姓名啊，就是摊商的
人员这样子，对吧？可能不知道排得到还排不到吧。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全台湾的单位计共有30万外单，虽讲造册的名单以合法的单位为主，不过有的单位无加入工会，也无排单的证明，有的是做单位红牌，疫苗注射的人数甲控管恐惊有空旁。我不敢讲说一定很完整啊，因为你一个摊位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营业嘛。外面摊贩我们有41处摊贩集中场，那个是我们有列管的，那个我们会处理。那这个是一个市场管理过去的问题。那就防疫上，因为合法摊商是可以清楚列册的哦，所以地方主管机关去怎么去做这个完整的列册？那列完册之后，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列册名单来施打疫苗。除了爱靠地方机关监督确认造册名单的真实性，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市场防疫要是袂当放任，强调一定爱甲民生经营产业链的防疫工作做好，紧注疫苗，才通互民众安心消费的环境。记者民生林玉凯台北报道。今头来高雄第一站开始，替有心的负责人开始做莫德纳预防射。要注射之前，妇产科医生嘛拢有做检查，确定无问题才会注射。你了体温过压下来是照超音波。高雄23号开始替全市有心的妇女注莫德纳疫苗。早时虽然落大雨，也是真侪人来。亲像是这位妈妈手册登有莫德纳疫苗单的妇女，本身是医护人员，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来注疫苗。医生觉得就是利大于弊，会多少会有一点点担心，还好耶。应该就是莫德纳，因为之前产检医师有先做评估的。A Z 就完全不考虑了。目前是不考虑的原因是不考虑，就是以医师评估为原的。联合病院咱讲是全高雄上早替有心妇女注莫德纳疫苗的病院，规工落来会有30个妇女来注射。病院表示，这30个人拢是卫生局先做切好的名单。其他有心的妇女想要注嘛，是23号开始来受理挂号，会为拜一到拜五一天50个名额来提供。他们尽情的询问他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大部分愿意来打的，他们其实在家已经做足功课，他们认为打比不打好。暂时状况大致上是良好，嘛无想要注射所找无的状况。不过病院嘛提醒，有一寡有心的妇女无建议，比如讲伊的羊水无够，也是讲伊巴肚的阿姨体重无够重，就无建议来注射。但因为来注射的有心的妇女，大部分拢先互家己的产检医生检查过，所以无符合资格的状况无介可能发生。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新闻消息，咱来关心这届劳工纾困贷款，敢若有50万的名额，4天内就抢了了啊！而且超过100万人去登记去申请。有民众即马向立委申请，讲伊无报税资料，转互银行拒绝。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劳动部爱检讨，嘛要求爱增加名额。虽然劳工纾困贷款因为人收济暂停办理，但是有立委接到民众申请，讲前几天去申请，因为去年的薪水较无够20.8万，唔免报税，收袂到银行，竟然以无报税资料做理由拒绝贷款。这门槛设定有一个50万的这个天花板的收入，可是呢，你在地板上呢，甚至地板底下还有住在地下室的人，也就今天我们讨论的20万8千的人。还要有一个薪资证明，有无一定雇主或无一定雇主的人都可能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查询现行的规范，若无报税资料，民众会使提薪水证明等等，互银行去认定。但是立委认为，有可能是山工无固定雇主，是要去倒位开证明。劳动部是表示，目前是用财政部提供的所得税资料，互银行去审查标准。若劳工因为免缴税，所袂当来申请。因买做检讨。那为了减轻疫情对劳工生活的冲击，劳动部会视核贷状况及各界的意见，滚动式检讨。那再向行政院积极争取这个预算。除了要求贷款申请的条件来放零，嘛有立委认为，刷落来第二波纾困贷款的名额应该会提悬，互更较侪人请会到。各部会嘛应该检讨这届劳工纾困的问题，赶紧解决民众的需求。记者田雅文张随采访报道。真正有真侪民众甲劳工受疫情影响，
新竹县的竹北市民代表会即马有提出建议，讲每一个人分1万块予竹北市民。也毋过，竹北市长是表示，一个人若分1万块，安尼计共算爱开20亿，财政无法度负担。因为中央的纾困方案有条件限制，真侪民众资格无符合，无法度提出申请。但是疫情关系，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的冲击。竹北市民代表会开启提出建议案，希望公所针对竹北市民一人发1万块。我们赞成啊，赞成这补发1万。对，因为大家生活就已经很难了，生意也难做啊，大家都停摆，怎么做？哦，不用啊。你觉得不要？不用啊，发1万没什么意义啊。在地方上啊，听到我们基层的这个声音了哈，可以讲哦，这个哀鸿遍野哈。财政许可之下呢，啊，希望这个广发1万元哈，让我们竹北市民啊得到一些这个纾困的现金，让他们在生活上面呢能够得到一点这个补助哈。针对提案，竹北市长回应，虽然讲市库有40多亿，但是一人1万，总共就需要20多亿，佮加上目前有工程当咧进行，拢需要钱，恐惊会影响市公所的财政。那市公所，因为我们是县辖市哈，我们事实上整个财政真的是不足以来应付了哈。平常在针对这个急难救助等等，或者社会福利，市公所平时都有在做。那民众有需求，他可以提出需求，那我们市公所就会视状况来补助他适当的金额。目前这项建议案，代表会已经提交予市公所。代表会表示，会当看是要增加排付条款，还是只针对受影响的产业进行发放，所来拢会搁进行讨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囡仔无法度去学校上课。有老师即马嘛发现讲，真侪囡仔因为无法度甲朋友见面，心情会受影响，甚至加减拢会去影响学习的效果。所以老师是建议家长，即马伫咧厝的时间较长，爸仔母啊嘛爱加减陪囡仔。囡仔伫电脑头前贴杯啊，表演互其他的同学看。伫上课还有半点钟的时间，老师提早互学生来网络顶做伙开讲。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说我们要在家休息，那就怎么讲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这一段。孩子们他在表演笑话啦，或表演叠杯，它其实就是一种他表达能力的一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在线上课程也能够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嘉义市金中国小的老师发现，囡仔因为无法度上课，甲朋友做伙，心情加减受到影响，就惊会影响到学习。所以，拢会伫上课进前，先互学生来开讲，分享逐天的生活。他们老师有给很大的空间，他们也会把自己想跟同学分享的列一列，礼拜六急着要跟同学分享。我提早上线的话，其实是给他们一个互相互动的一个平台，然后也顺便知道一下他家里的琐事状况，孩子都会无意间流露出来，然后就可以顺便提一提、说一说这样子。袂当上课这段时间，囡仔失去甲同学斗阵的机会，父母正做规工陪伫身边的人。学校表示，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甲陪伴是学校学袂到的物件，嘛是停课这段时间当中，家长要来好好思考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趁钱上惊钱愈来愈薄。经过一份上新的调查，伫全世界，这款情形是伫土库曼的首都上界严重，因生活所费是全世界上悬的，甚至赢过香港，摕到世界第一。若伫日本的东京是排第4，但台北市是伫全世界排第22。一般来印象里，生活费上贵的城市应该就是国际性商业金融中心。不过今年摕第一，上第2名，让予顶一届冠军香港的是中亚国家土库曼的首都阿什哈巴特。土库曼有真济的天然气，不过国际能源介绍长期真俗，抵受到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悬。政府阁开重本建设首都做民主工程，抵受到各项物件拢起，当地外商阁爱面对着各种的法律细节，一直讲挡袂牢。生活费排名第3，也毋是国际大都会，是政治不安、经济真差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新冠病毒大流行，甲去年的贝鲁特港口爆炸，拢加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创下新悬，生活费排名为1年前的第45，雄雄升到第3。原本排名第3的日本东京是降到第4名。
顾问公司美视公布这项2021年生活成本的调查，是根据各城市的住房、交通、餐饮，也佮有费用来进行排名。会当互企业来参考，应该爱符合派出国的人员偌济薪水。排伫头前的城市，也佮包括着第5名的瑞士苏黎世，第6名中国上海，第7名新加坡，第8名美国纽约，也佮第9名中国北京。台北是排伫第22名。对于外商来讲，生活费上俗的大部分拢是非洲也是中亚国家。上尾名的是中亚国家的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来看西非的国家毛里塔尼亚，这个所在有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这个古城伫中世纪的时是贸易中心，所以有留落来大量将有经典的历史古册，放伫当地图书馆。也毋过因为这座古城即马是愈来愈稀微，所以这珍贵的文物嘛因为沙漠、高温、日头晒，嘛互虫就害去。古城新盖提伫咧撒哈拉沙漠西边的交通要道，不是毛里塔尼亚的文化中心。过去1000年来，迎接过无数横跨沙漠的陆路商队，也个要去卖家调性的线路。上兴的时阵，各种文化伫咧遮汇合，游牧民族甲神学科学家留下大量的宗教甲科学的古册，拢保存伫咧当地民间的图书馆。Since 1699, these are scripts of Arabic poetry. And here we have some scientific texts on astrology. And this here is a little pocket-sized travel book. 这代传人赛夫讲，会当守护这款文化知识经典，伊正骄傲。Our ancestors knew that our planet was round and rotated around the sun long before Copernicus and Galileo. 新盖提不是伊斯兰第7圣城，虽然尾啊因为沐浴通商的路线改变，慢慢稀微，不过旧城区也是有真侪这种图书馆，有人叫做是沙漠中的知识宝库，但是因为欠缺专业的保存空间。无法度对抗时间的摧残、沙漠的冠军加虫害。Now you have a dune here that's about 50 centimeters high.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s practically at the level of the top of the house, which is more than 3 meters high. 当地人伫咧沙漠的田种树啊，想要做当沙尘暴，不过效果有限。这款经典的古册就要抢时间数位化建档，才有法度继续保存。上万册经典要整理，正开时间。敢若是这样皮纸、年久月深，小可吸一个可能就会脆去。要适合这款保存者，爱开一寡时间。新盖提的古文明时间胶囊，伫咧对抗细环加自然环境是孤军奋战。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至30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